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智財投資學會嘅羅 Sir 羅振邦博士。嗱，歡迎大家咧收睇智財 TV。咁啊，今日嚟講咧係跌市，嗱成交量咧又好大喎，嗱咁所以咧就比較擔心啲嘅。咁所以今日嘅話題嚟講，會同大家講下嗱一個咧短期嘅支持位，嗱呢個嘅重要支持位唔可以跌破嘅，否則嚟講咧一旦跌破的話，有機會咧會重新試翻嗱呢個咧就係喺6月2號個低位22,668點，嗱一旦跌穿呢個短期支持位，有機會咧會重新試翻呢個嘅探底線嗰個嘅低點啊，就係22,668嘅嗱，所以呢度嚟講咧，大家要知道一個嘅短期嘅重要支持位係邊一個，否則嚟講咧有時就擔心啲，可能會唔會去到呢個22,668嗱，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嘅話題嚟嘅。嗱，未開始今日話題之前，提翻大家。嗱，咁我哋近期嚟講咧推咗一個嘅優惠，嗱咁就加1蚊雞，嗱咁1蚊雞有咩用咧？可以咧就報到我哋一個嘅技術分析一個實例嘅研習班，嗱咁1蚊雞去換購嘅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詳細嘅內容咧，去翻我哋網頁嗱3w.smartmoney.com.hk 嗱去翻呢度加1蚊換購技術分析實例研習班，嗱咁裏邊點樣咧？好，撳入去裏邊俾大家睇睇先。嗱咁呢個咧加1蚊嘅換購其實係咩意思咧？就話當大家咧如果報一個嘅課程，嗱我哋一個嘅技術分析嘅投資班，咁如果你報呢個班嚟講咧，就可以咧就加1蚊雞就換購得到呢個嘅技術分析實例研習班啦。嗱咁呢度嚟講咧就變咗大家可以學嘅階段嚟講咧，又多一個嘅幫助，多一個嘅實例作一個嘅學習。嗱咁呢個嘅內容係點樣嘅咧？嗱咁其實咧我哋呢個嘅編排嚟講咧，等於咧有2個班噶啦。嗱一個嚟講咧就頭先提及到我哋呢個嘅核心班，核心課程嚟講呢個嘅技術分析投資班裏邊嚟講咧內容好豐富嘅，咁就基本上嚟講分開有技術分析啦，咁啊裏邊嘅一個圖表分析同埋一個嘅數據分析嘅，咁啊裏邊有6個主要嘅課程嘅內容嘅。咁啊另外一個嘅最新嘅一個技術分析實例研習班，嗱呢度咧有4個交易天作一個嘅場景嘅學習嘅，咁可以將你一啲學咗嘅理論嘅知識再作一個嘅實例嘅一個嘅發揮。嗱咁所以呢度嚟講咧，其實咧就等於我哋嘅2個課程，一個咧就我哋嘅核心課程，就呢個嘅技術分析投資班。嗱咁大家喺裏邊點擊呢度就有詳細內容噶啦。嗱有個嘅最新嘅實例研習班，點擊呢部分亦都有個詳細內容嘅。咁就大家有興趣的話咧，去翻我哋網頁裏邊咧去了解下。嗱咁把呢個嘅優惠期，咁啊加1蚊雞去換購一個嘅技術分析實例研習班，咁啊有理論有一個嘅實例，咁啊學個階段嚟講咧，發揮咧就特別好啲嘅。嗱咁睇翻呢個圖咯，嗱呢個圖嚟講咧係恒指方面嘅日線圖嚟嘅。今日嚟講係2025年6月13號，恒指收市價係23,893點。嗱咁今天跌咗咧143點，成交方面咧去到2,943億嘅。嗱咁一個禮拜裏邊總結嚟講就升100點嘅。咁我哋話有邊一個嘅重點短期支持位要留意到咧？好，我先畫條線俾大家睇先。咁啊點樣畫咧？嗱咁我現在嚟講咧就攞呢一個嘅低位同呢一個嘅低位2點兩個最低點連埋去。咁呢度嚟講咧就形成咗一條咧我哋叫做支持線嘅。好呢個部分。咁啊個支持線係點樣啊？嗱咁啊俾大家睇睇呢個內容先。嗱咁呢個嘅支持線嚟講咧，我哋頭先提及到啦。嗱通過咧有2點，呢個嘅最低點同埋呢個最低點連埋去嘅。咁個支持位係幾多咧？就係呢度嚟嘅。個支持位方面就係23,589點23589。嗱呢個嘅重點啊，嗱呢個我哋叫重點支持位重點嘅。嗱當然呢個咧係短期嘅咁啊。通常而家做買賣嚟講咧，要睇個最短期，咁呢個咧就敏捷性靈敏度會快啲。有咩問題咧，可以隨時咧作一個嘅反手或者作一個應變。咁呢個咧就留意23589。嗱呢個就最快最重要一個考驗嘅一個嘅支持位。咁呢個咧就要留意到嘅。嗱呢個支持位方面，好啦，如果一旦呢個位跌破咗，咁啊有機會點樣咧？去翻頭先提及到啦。嗱呢個咧就之前咧就屬於係6月2號個低位嚟嘅。咁呢度嚟講咧，其實咧有條嘅探底線啊，我哋叫探底線。嗱，咁呢條嘅探底線嚟講咧，其實
點解叫探底線咧？其實呢個喺陰陽燭裏邊咧，亦都有個解釋嘅。因為呢個走勢方面係點樣咧？嗱，我將個陰陽燭畫俾大家睇睇先。嗱，就咁樣。嗱，呢個嘅陽燭嚟嘅。我哋話探底線意思就話，嗱，呢個咧，如果以一個嘅陽燭計，留意翻喎。嗱，樓下呢個實心體呢部分係開市價嚟嘅，樓上呢一個嘅實心體呢個部分呢個部分就係一個收市價，即係話一個走勢咁樣變化喎。嗱，等於就話頭先所講探完底，探完個低位向翻上喎。嗱，所以你見到呢度咧係一個嘅買盤方面咧係強勁嘅。咁所以如果一旦跌破23589咧，有機會咧會試翻呢個咧頭先所提呢個就係22668。嗱，22668就頭先話6月2號嘅低位嚟嘅，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嘅。呢個要留意到嘅。咁當然你話個走勢，如果一旦依家咁好彩有機會掉頭向上喎，咁個阻力位係幾多咧？咁個阻力位方面係點樣預咧？嗱，我哋又畫條線啦。咁我哋今次咧就將呢個嘅高位，呢個高位同呢一點連埋一齊。嗱，我哋呢度咧就咁樣睇翻。咁嗰個嘅高位方面嚟講咧，我哋就攞呢個好呢個部分同埋呢一個。好啦，咁形成一個嘅阻力位。嗱，呢個嘅阻力位方面，好，阻力位。咁個阻力位方面咧就係呢個嘅24516點。嗱，24516。咁所以現在咧有兩個位要留意嘅。頭先所提阻力位就24516，個支持位方面咧就呢個就一個嘅23589。嗱，所以短暫嚟講咧，呢兩個位要留意到嘅。上邊阻力位，下邊呢一個最重要短期嘅一個支持位。咁呢兩個咧，大家要留意到噶。嗱，提翻大家把握今次嘅優惠喎。個優惠方面嚟講咧，大家見得到俾1蚊就可以換購得到一個嘅技術分析實例嘅研習班。咁報呢個嘅技術分析嘅投資班係專享呢個優惠嘅。咁大家如果喜歡咧，記住早啲學好啲，咁對將來買賣一定有幫助嘅。咁同埋技術分析嚟講咧，我哋用喺嗰個嘅股票啊、期指啊、期權啊、外匯黃金啊，甚至乎比特幣都可以嘅。咁呢個嘅技術分析投資班嚟講咧，如果大家想了解裏邊內容，喺度點擊翻有個連結嘅。咁技術分析班嚟講咧，其實咧就分開有兩個主要話題嘅，一個咧就係圖表，一個就數據分析。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技術分析嚟講咧，有兩個主要話題。咁一個咧就係圖表呢個部分。咁圖表好多時我哋講及到陰陽燭方面啦，呢個主要用到嘅一啲嘅波浪方面啊，一啲嘅黃金比率啊，一啲嘅形態分析啊等等呢部分。頭先提及到畫線嘅支持阻力線嘅，點樣畫呢啲線咧？呢個要了解到。咁而數據分析裏邊咧有兩個重點嘅數據，大家亦都要了解嘅。咁邊兩個重點數據咧？一個加權移動平均線，呢個好用嘅，係分開一個嘅智慧型，分開一個嘅比重嘅一個劃分得到嘅。咁同埋 MACD，呢個都好用嘅，分開有雙牛啦、牛熊啦、紅牛啦同埋雙紅信號。咁你理解咗呢四個嘅部分，咁你容易對於市場嚟講咧作一個判斷嘅。咁同埋有不同呢啲嘅 RSI 啊、DMI 呢啲指標都係用喺技術分析嘅。咁如果大家喜歡嘅，咁記住留意下有個嘅技術分析嘅投資班，現在嚟講咧加1蚊就送多個技術分析實例研習班㗎，把握呢個優惠喎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歡我哋今集嘅內容嚟講，記住訂閱喎。喺 YouTube 裏邊咧可以免費嘅訂閱㗎。咁同埋咧記住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你會收到一啲我哋最快市場嘅資料嘅，咁可以話同步你會收到添㗎啦。咁另外啦，如果喜歡嘅記住俾個 like 我哋喎，同埋可以同你嘅朋友分享下，介紹俾你朋友睇，咁可以未來裏邊咧你哋可以多啲話題去做一個嘅探討研究添嘅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